你試過獨自一個喺漆黑一片嘅房間度，四周圍靜到連自己心跳聲都好似聽到，但突然之間，耳邊竟然傳嚟一啲輕聲嘅說話，或者好似有人喺遠處叫你個名，嗰種毛骨悚然、分唔清真假嘅感覺，係咪令你開始懷疑自己嘅感官？呢種現象好多時都唔係你以為嘅撞邪，或者精神出咗問題，佢背後隱藏嘅，其實係我哋大腦一個非常奇妙，但同時又容易出錯嘅運作機制。我哋嘅大腦無時無刻都喺度努力咁解讀外界嘅信號，嘗試從混亂中揾出秩序。當環境變得極度安靜，外界提供嘅真實聲音信號太少，導致信噪比嚴重失衡時，你嘅聽覺系統就會進入高度警覺狀態。佢會不自覺咁將微弱嘅生理雜音，例如血管跳動以內嘅微電流，甚至係大腦自己嘅思緒，錯誤咁放大並加工成有意義嘅聲音，令你憑空聽到嘢。呢個係大腦想填補空白嘅本能反應，希望揾到一個解釋，就算呢個解釋係錯嘅。